济宾国王得一卵，3年不明。妇人曰：“常闻鸾见泪则明，何不悬镜照之？”如今剑术已成，而道心未坚。今宋奴反魏，杀汝表兄田季安。那位黑衣女子是李儿蹴鞠时撞见的。妖气，是妖气，他就是要捂住他儿子去我心里，有死的明白。那我教你句，分赐了违约妖气，因为会是有违约信物的意思。你知道吗？八瑶回来是奉师命刺杀六郎啊！听闻夜里闹刺客，又是黑衣女子。娘娘叫我父亲说青鸾无尽，娘娘就是青鸾。决欲为决绝之，剑道无亲，不与圣人同忧。如今剑术已成，悔不能暂时。